品也要练刀工吗？冇啦，係咧條學嘅，你好屁眼呢？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学呢？感覺好快，動作比較慢，啊，要隨意。啊，最后这个小秘密为什么不来躺哦？都睇系嘛嘅？风风嚟么？那个好像是摸海，松叶蟹钳北海道，那边有糖吗？有。你就是最甜的啦。对，你看它现在这个颜色，嗯，蛮红的。很讲系嘅什么？你下一步啊，该那个目标会做嘛嘅？你说要主持啊嘛？主持。分享薯坤，一嘎子猪，来黑民族，我系白强。南美珍， Hello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还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薯坤，一家之主，来黑民族。太壮白强。给美女呢，过来都没有利亚导威哦，没有一次被我们失望过。而且呢，今天呢，你说黑马干尼吗？老朋友相见欢。对，之前呢有来各位，刚才一来到他就先跟我说，明珠，这一次我又更强了。哦有一些人已经又通过考试。哦，佢下老人讲哦，白强，見都已經扔刀咧。有吗？你不要自己编。冇。好，马上分享到你的品色欣赏，之前的分享到嘅係阿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師傅。阿邊哥你好，就過嚟分享到係林信吉林師傅。大家好。阿吉師傅你好。接下來呢，馬上來分享到馮翠嘅來自跳舞，媽媽同妹嘅叫下過來了哦，來分享到嘅陳振基、立天宇。又見面咧。很久冇看到誒，我看到大家好，你好你好，好。動獎誒，係啊。越來越好。咱水呢一片哦，咪係老朋友哦，稍稍嚟分享到係來自公館嘅阿妹老妹要強下來，親妹見到親培用。大家好，哇，強用嘅熱情呢。哎呀，冷門坤哦，這件按叫冇看到的哦。等一下，我們再來聊聊近況。我先請問一下，禮拜六你有帶來乜嘅好高好思好料對台灣老大家分享一下冇？要不然同大家介紹頭部嘅一個醬店，係古瑞士香草田，依張適合全家大細去翕相嘅地方。當年3月到5月有薰衣草田，本大家看唔是錢哦，歡迎大家來了。你真見動獎，你廣東多人都去給大家翕嘅婚紗照，對不對？很浪漫的地方。我家下就談到一隻重點出嚟，5000。哦。係啊，5000哦，都動接戲改片翕相。嗯。係啊，假使我4000我想冇戲咧。愛啲。好啦，不過吼，來到公館呢一片哦，又一家很奇怪的一家店名啦，來本記得小改一下好咧。白吃麵店。啊，做乜解個按到白吃麵店啊？因為台灣人吼都公館開業已經40年咧，較早期個下吼，給國中生較冇錢啊，到個到尾濕啦咧，我都後面我就投資嚟啊，好多錢，做很多白痴啊，像個見白痴就講他的名都白痴麵店啊，就不給的好3個40包，過在一桶書啊，老闆娘她有這個福有這個量。係啊，東東愛用老去白痴，一記喊做咧傳錢傳到你下，係啊，少來做。對，都要很中央生理狀好啊。好啦，所以其實來到呢一片吼，唔但像係你條改片啊，做啲翕相嘅香草田，韓國呢一片嘅白痴麵店，大家做啲有閒嘅時間來聊一下哦。沒錯，你做的甜點裡一家之主 QI 踩點哦，唔過馬上出嚟金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。大家有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Q 下來大屌絲咯！沙下來啲阿關哦，厲害了，拿出本地來唱下啲風吹哦，我已經 P 到香味啊！請教一下兩位姐姐，你係幾喜歡嘅？梅水。梅水自家滷嘅啊？錯，自家滷嘅。真嘅？係。媽媽滷嘅呀，係天宇姐滷嘅。愛滷嘅。哇！媽媽教愛嘅。請教一下，哪有梅水做乜料理咧？梅水魚片。哇！這個一定很新鮮，而且你有牛，還讀到這個酸類的，給我變到很看嫩哦。好，請教一下風吹嘅挑戰者，有信心冇？
有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好，再过来看一下蓝水的鸦片哦，记得带那个秘密武器係乜嘅咧？拉咧跳舞仪，哦，拉力跳不仪，應該係自家做的咯。哎，对，我的头发酿造班做的，哦，对，係做拉嘅係冇？对啊，較好食啦，吼。煮荞米煮有一些辣，好，有安尼米头安尼，哦米丝个好，啊，根本嘅兩啥強下做嘅菜名按到嘛解？腐乳焖燒雞，哦，啊，等下嘅比賽有信心嗎？耶！哦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咯！好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耶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，好做得快速咯！好開心哦！今天兩組都係來高的呢。哎呀，來，我來們來看一下這邊看一下。去對笨了，指那掉啊！哇，切碎哦，大概是原雪嗎？格陵蘭，安太地啦！哇！一路嘛解？我迄邊一系列後鹽，還有一系列黑胡椒，還有一系列米酒。哦，啊，掠頭菜加摩爾艾蒂，我做嘛解會加草莓。梅水五片啊，有沒有一種梅？沒有一種梅，沒有你的特產，沒有你的特產梅，因為菜有梅，沒有你的特色。哎，我們體育節哦，氣色真的很好哎，係啊看到家得來，我們好開心哦。係啊通牌咩同媽媽來吼？係啊，哎，同走啦走啦，媽媽跳了。同媽媽給我看了。那你還用啥轉一個黑有沒有變成明星了？所以現在換熱帶嘅學款係啊。太白粉，還有一般的玉米粉，哦哎，用下。糯米粉你。看又來個吼，唔是眼門，要幾次加對，噃？而且你知道一般做這種酥炸魚片有沒有？嗯，都是用最多就是鯛魚，我哎呦們用原血，係啊，原跟米絲冇共用。加錢沒冇坑用啊。雪下好吼，訓親啊，然後訓題上個歡樂啊。錯，嗯，都要因為打個腔下去補係冇？哎錯，算。哦，還會去籽哦。哎，字母不用下去，就給它磨嘢切碎。先幫你鋪一下好冇？我過去看一下藍水。好，等下過到再來哦。你一擺做乜解會塗配容強下來？帶起來福錢的啊，內容要給我誰啊20 cc， 20 cc，好年輕哦。一大學畢業的哦。係啊，個頭擺學嘛解？食片呢？哦，那你上次怎麼沒帶他來？那個時候他還在上班啊，哦，這是假日啊，哦，今哎呦日嘿，今日有不用撩，然後了冇聽話了。哦，我記得你們美珍姐最有愛心，係啊。還好她是，非常有愛心。你是不是有照顧很多的流浪狗還是什麼的？對呀，非常有愛你心。下韓又笨地豆了哈可，以啊，還有愛就迪。天佑，你從小到大都看到媽媽照顧流浪狗嗎？對，很多嗎？當多，幾多？20-30隻。差唔多吧。你看，好心真的會有紅包。不阿妹養熊豆嗎？也很愛狗這樣。誒，我係喺熊咩喂？哦，你是有沒有？你是貓派的。嗯，哦對啊，所以你你也是們家是動物園的，我都是啊，我都是。都有，都有，好好哦，哎，真見到有愛心哎。係啊。哎呦，因為那你要頭髮做乜解？恩沙哦，你係扮頭髮哦，是嗎？板豆腐，哦，佩蓉的刀工也很好。係啊。學食品也要練刀工嗎？冇啦，係咧條學嘅，哦你，好皮的呢為，什麼不光明正大學呢？應頭不卡，動作比較慢，嗯。哦要隨意，特別咗條喺度旁邊學嘅。哦。杨黑曼，你考過丙級證照啊？哎，對不對？我就從上鼓勵一說，下。你必定要來上節目，要可以考這係嘛？係啊。我上次黑米食的證照，嗯這次是中餐的證照，哇。做個那個夜班的啦，哦，個中的呀的，就是米食類的啦，中午班啦，哈，個還有那個洗白呀的安尼呀，你看你好好開傳堂誒。係啊。有啦，就kimchi啊，好啊，啊，來，來，固定吼。佩蓉你下都會做哪方面啊？食品工廠嘅品管，哇，好厲害耶！係啊，所以厲害。技術類肯定嘅頭擺學嘅東西技術就唔簡單。係啊，按起來對煮菜有興趣嗎？有啊，真的真係台家旁邊條學啊，哦。那你較會係嘛料理？炒豆腐，哦，哦。豆腐簡簡啊，嗰個偷油下去，嗰個
葱段还炒啊。哦，讲係芥蘭豆腐。那个啦，酱烧豆腐啦，酱烧豆腐。哦。芥蘭豆腐我没解。没包哦。哇，金黄豆腐色。达人呢，而且不会免掉，是不是？不会。哎呦，动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待会回来再看看有没有免掉让他哦。焖熟一点。等下回来。哇！这好香哦！嘿咯！我的天哪！你一种係嘛？介老大家講一下。梅水，但像梅水甜甜吧？梅水梅肉。你们两组都那么强，这评审老师拜托也还。感觉该紫苏嘿哦。哎，紫苏鸭。而且你是不是回去拉高温了？对，油拉高温啊，你看它现在这个颜色，蛮红的。很講係五個什麼？哎呦，成真啊爹！你拜托安醬哦。他只要想什么都会成真。哎呀。你又想什么吗？哇！哇，漂亮哦！你泡菜係馬莎想出來啊？我女兒她想到。哦。阿婆搞捱。哦。捱阿婆。陳真姐好很厲害哦，感覺按摩按摩耶。幹嘛粉啊？太白粉。你要勾芡嗎？不要太多哦，會變那個蚵仔煎哦哈。我係蝦魚炒，但係拎送魚炒咧。蝦魚嘅梅啊，梅要切到焦焦，冇冰落去哦。冇，要做一半。要用拎嘅。哦，拎落去哦，佢怎麼樣睇啦？錯。哇，為什麼看他煮菜很療愈？哎呀，很優雅。很優雅哎，真嘅。那個基上白來就經驗咧，就是唯一準則就是唔會插硬帶哦。對，難怪他想換隊伍，換到比較優雅一點。哦。哇，好棒哦！那阿姐解下地杯都未就參一掉嗎？有地杯咩有，做出咪。你是不是？你有沒有特別喜歡你節目底度哪一位廚師出大菜？都很喜歡。哇，都唔會做面咯。都會學習，都有所學習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！阿姐哦，呢個小秘密唔就不愛糖哦，到底係嘛嘅？那邊有糖嗎？有。你就是最甜的啦。对。蒜甜咩？我這邊要上菜了，你那邊剛有。來。你熟了呀？妹妹，我要看你的豆腐哦。哇！有沒有散掉哦？哎，破多一盒呢。可以。佩蓉豆腐老師，不敢當。哎，佩蓉問一下哦，做乜嘅我用豆，嘅拌豆腐來鋪啊？用其他的豆腐做在那來鋪嗎？也可以啊，要做的啦。有幾個兄弟姐妹呢？一隻阿姐，一隻阿媽。哦，3妹3000斤，太幸福了吧！你係凍甕嘅咋？哇，凍我覺得超棒，哪會啊？因為我有談過一家小扣，就是這個故事講說，大白阿妹全部黑暗，哎，你們兩個去做什麼事？啊，你們兩個小的去做什麼？你們兩個大的去做什麼？啊，大白全用你，哦，會用嗎？會。不過佢係代表你都會做事情啊，阿妹怎麼樣用驚黑咪啊？先來姐姐這邊幫忙，你媽媽快要那個忙不過來了。好，給來聽水啊！這邊的雞肉緊緊哦攞一下啊，用我用那短用啊，那邊還蓋鼻肉哈，隔壁啊。這個太好吃了吧！你看它豆腐雞蠻尬呢，因為你說要燜燒啊，你還蠻看到燜燒呢。火味不用射嗎？必炒不用動啊，必炒一下。誒，不會忝鹹哦。應該唔會啦，因為個雞肉啊，然後肉骨全冇梅水啊。你看必炒一下，這樣有香。還要再加水。哎，電條也不用抗送。要請佩蓉幫忙一下媽媽。對呀。做一些。我覺得佩蓉過來可以，但是媽媽會緊張。哦。對呀。還沒大白你做嘛事情，必須做一盒嘞，媽媽還會動緊張。對。真是。你會笑啊？有。等一下，你的那個燜燒，哦，用半斤水邊哦。好。那要不要 keep 一下？哎呀。你千萬不要把它好不容易炸好的豆腐弄散掉咯，它會哭哦。啊，蓋住。你關下耳嗎？好。不，係咪還有黐一下頭油啊？也係油啊？唔是，打住加些跟人米酒。那你拉嗎？
我觉得美珍姐在紧张。 OK， 美珍姐前皮好喽，好，啊，你讲 OK， 耶！下，好，现在就剩下焖烧的步骤了。好，那就这边有糖吗？有这里你就是最甜的啦。对，哎呦，安妮姐夫，哎，不是客气的哈，好了，刚才你写了多数是盐，那是盐，那是盐哦。放一点点，然后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去剪刀，马上就会试试看哪题一关地度，哪部卡米西卡站对嘞？哇！好，两组呢，真嘅都得出台菜哦，都係一個青澎湃嘅色彩，睇下試試看呐。來，好漂亮很有質哦！樸嘅呢。梅也當好食，其實大白肉冇有種哦，唔係水姜嘅甜酸，唔我哋唔會呢，烤到完全拄好，可能係因為有加 tomato 醬，水果嘅酸味咯，冇有嘅酸味哦，增加起來千詞凍澎湃。沒錯，給它真勁挑戰對誒。你本身色彩就透了後，各位牛又透了，現在還是有酥的哦，所以都酥酥脆脆，真的非常好吃哎。你吃到嘞？用客家的特色料理來預菜，那有種問客家有歡喜的感覺。真的，陳真姐，好什麼？好食，哼，比通用白人睇下形容一下。酸酸甜甜，有客家的米絲。嗯，咱隨個阿姐哦，美珍姐，家下想我學到日本時候咧，結果吼，很幾時學到，想我學睇咯，哎，对呀，要不該發把它吃完現哦，，对，要把它吃完啊，咁就好學。好啊，在。你下幫配容來講一下，記得做同樣版。所以來酸甜味濃度吼，像係要卡就要較酸一些，但是還是甲要降酸那種腔樣，還是我也所以來濃度吼。按你不看吼，媽媽一般係用那個風雪來處理個原血啊，我們都是用清蒸，凍鐵片，哎，用個南部子哈，給去清蒸，所以冇強用，要學到啦，係啊，吼啊，你下換風吹來學一下咱吹兩片啊。好，來試一下嘅挑夫兒小姐嗬，一條魚凍好食呢，日見要凍暖呢。韓國整個按落一下吼，個扮條夫假是冇破過吼，哎吼唔會暗香哦。果然，我們佩蓉真嘅都會處理挑夫嘅料理哦。而且我剛本來撈到3D挑夫兒都以為中下冇，所以我唔會煮好。甜魚剪之後咧，懂清爽，很清爽哈。而且還有給某貼片用剪的，還用燙的，就讓它能夠更保留食物的一個味道啊。你懂點控？陳真姐，米通用版，凍清甜，哦，有挑夫伊嘅甘味啊。家下風吹喺講嘅時候，啊最後有條小秘密，唔少人本來燙哦，到底係嘛個？怎麼好吃法？我覺得這個哈很爽口啦，不會說什麼很油啊怎樣，我們沒有啊，因為鹽油哈麵不是當皮啊，啊所以哈有掃過葉哈就看完皮。啊，咋個來問一下培容？而且係一種意啦，因為媽媽其實頭髮卡要煮較好，嗰個今邊嚟煮起來之後係濃度好，因為有加一些酒，你講伊放飯的話，其實就當香嘅。所以兩組嘅口味已經做了圈凍好啦，等下就要看一下兩位師傅應用版的評分哦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會到誒，向前阿力嘅阿炳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風吹一分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志師傅搶本分數，2分，兩萬用，看講清楚。其實兩片像有自家的特色，拿出秘密武器啊！兩片就係用火鍋嘅鱈魚，醬係用冷爽嘅方式，冇下去煮，因為鱈魚啊凍容易煮到會綿綿，所以講到講破條腐啊會凍住。然後可能係時間冇好辣，燜燒嘅時間唔辣，冇就係咁，佢做嘅方式好冇強咯。你係講佢本家嘅醬好容易上去啊，你就因為冇同過，佢啲太白粉。但是啊，你睇嗰啲醬料啊，嗰啲白香啊，叫嘛白河醬料下去嘅時，直接上去炒，用啲水叫佢熟，利用太白粉去熟嗰個豆腐乳嘅醬料，其實很好會做到介肉啲味道。係因為有時間好唔辣，然後嗰個梅頭冇落去嗰個介肉嗰度。阿朱師傅請講評。風吹兩片呢，挺聰明哦，因為本身嘅鱈魚
底度要较柔，伊种个梅的种呢，做得把个柔啊，本佢带出来，安用唔要较柔。啊，做法同好是啊，南腿两片肌肉较大松的地方是较无入梅啦，做得种个挑腹肌腌过了后呢，用剪个方式，伊就会留个挑腹肌个梅头要吸较底度安用，好，是梦。好啦，可惜啦，因为迄讲用豆腐伊个迄条给煎过吼，可能个豆腐的面都含干了，他们就两个那么爱吃豆腐，连纯的豆腐全部必胜。好啦，唔过呢，要踢馆听听，马上来看一下今日卢师傅带来嘛个太菜老太家分享哦。日日出太菜，耶！阿斌师傅，我来出太菜咯，因为菜名系嘛个？汉菜烧牛银丝卷。汉菜烧牛银丝卷。银丝卷，酸菜牛、汉菜、红喜菇，只是送条配色。好。葱呢，等下咪切丝。好。做搭配是好嘞。好。啊，你一片开始要铺个银丝卷的。银丝卷等下先铺过，好铺过等下给你剪开来哦，是像挂包一样有爆的，所以你要甚至师傅在个填手先来铺过要全部是做得嘞。有问题要问哦，太师家。哎呀。台家应该就鋪過銀絲卷吧，哦。沒有哎。冇啊，你看個鹽酥雞店全部有啊。沒有切家鋪過。哦。啊，兩片切個創條切到安油哦。嘿。啊，等下會爆起來誒。你條杆子好嘞，啊最主要係咧鹹菜。有你那部卡切家有滷鹹菜嘅冇？聽數。阿婆，我看阿婆會做，對不對？阿婆做。咁個兩套菜做乜嘅可以用嘅鹹菜啊？咱这边有个韩梅的咸味啊，你看像，啊你配啲挂包，你攞孔牛，攞啲，他们不用啲咸菜，有啲花生粉，有啲香菜，因为我平时好清爽以咸菜为主。人家三层牛很姜哦。哎呀，我汤款可能没切油油啊，切成片那样子。看得到吗？婷雨姐、陈真姐，看得到。啊，鋪到像安樣是差不多嘞吼。金箔色就做得。嘿，有些送是做得嘞。不過銀絲卷喺鋪嘅時間當中就會 keep 油嘅啊。嘿，溫度會高。你家靠小別重要哈。哎，重要先開別。我跟你說，我們婷雨姐啊，你對食物也非常有研究，怎麼吃的健康，你問她就對了。哦，來，大家講一下。真的。牛焖是長着的石頭控甜诶。一般來講啊，要是起的東西、新鮮的東西、蛋白質要食，啊，還有蔬菜，還有水果，沒有加咁食，安尼都會健康。要均衡。啊，並個今年準備的整個凍氣啦吼。嘿，要一股。哎呦，菇啊，用直接冰落去的吼。嘿。哎香哦。另外本去煸煸的，迄下趁冇冰油，好趁反正三千油本来有点油脂是好嘞。因為冰油吼，中夾冰下調油，佢菇抓到個油吼，是唔會香的。哦。呢種係大火吼。嘿，真係大火。哇。好，呢下是鹹菜。哇，精髓要下去了。嘿，鹹菜。所以應該聽下講，葱條哦切好油嘅，因為今年嘅葱條係扮演脆口嘅，所以下伊白香嘅，因為白香有三層油咧啊，有咧鹹菜啊，吼有菇咧，伊扮演角色是脆度，會不會當冰下伊頭咧？而且上嘅啦，下伊就個叫一下頭咧。啊，兩套吼就聽我加鹹菜啊嘛，加些鹹菜講唔到。鹹菜我未做得啦，鹹菜上個伊個炒牛哦，不下甚至是炒牛崩盤、凍茶盤，伊面係前咧銀絲卷係佢冇梅頭，就像嗰啲崩盤哦，但是係冇強落嘅方式，變好新奇、好小巧咁樣。條油，哇，啊起條油最香咧，空啊，酒，哇！你看我的衣服一定都是醬油味，醬香，對，太香了吧！椒粉，這個應該要放什麼，你知道嗎？大概上一集的熱狗。哦，一起包。其實你啊，菇兒未做得完啊，日本嚟個菇兒未凍香啊。係，好嚟，湯變下伊，家下要講是下最好咧。係啊，葱呢切好嘅，葱絲並掉配色。哇！其
实你还不是爆落去的，没做在上菜嘞。嘿，只要崩盘没做的。那含吹落去调味就超会安呢。嘿，应该跳下吼，要摸蛇。摸蛇按球的时候，洗一遍的时候咧，因为上次有人讲调汗叫做真水，哦，开始溜去汗梅之后咧，哦，剪刀哦，剪一下，原来有从两片剪开来哦，剪过来啊，还原不会对半呢，没，原剪过来，像大汉堡哎，哦，啊，我上期咧，我假是就像上冻枪嘛，个冻性地嘛，还没就是像沙威嘛。超风的吗？那个好像是摸海松叶蟹钳，北海道地的食材，一流的技术。哎呦，懂不会讲的哦，马上上头的啊，上头呀！哎呦，你蛮聪明哦。哎嘞，你是客家界的爱迪生吧？沙威玛没还用炒肉啊，烤牛的盖肉也是牛肉，炒枸杞好久没吃沙威玛了，还用炒落去爆起来。沙威，这是客式沙威玛哦，真给你一三年一张哦。系啊，太幸福了吧！其實阿邊個佢特別形容嘅銀絲卷哦，係你可能係因為個地北度係一千條，剛剛把過來沒有好醬啊。好，哇！鹹菜燒肉銀絲卷，按鈕就放 C 咯。师傅又来出台菜喽！刚刚台菜有看上什么？沃卡蒂都没有吃做困难，但我们现在先来品尝我们台菜看。個鹹菜哦，好好吃哦！銀絲全部成個泡過後，因為越炒越香哎。跟外皮很有啲擦擦咧。好讚啊！東後式層次東豐富，有東西，那鹹菜有客家特色東後式。陳真姐，那可能是東後式咯。啊，妹姐哪陣吃到咧？啊，这个你试过吼，哈，道地的食材，一流的技术。哎呦，懂不會講呢哦！阿培榮自家都講款。還是有簡單的跟的銀絲卷變到當豐富，因為一般人就是買煉乳啊，買個巧克力醬嗰度，伊下呢說就說又當客家米頭，又當香，因為一般人又做接觸安尼的吃法呢。個地北度嘅鹹菜。哦，炒到凍香。正經嘅好食嘅青椒應該就是香香嘞，酸菜啊，炒到凍香，還有跟用搭配起來都好食。好，正經係凍針的，而且呢都不卡地度哦，沒凍風偏州哦，你都要不卡地度，起卡了吃粥困難，這就會變成你的料理了。頭前呢，風吹它很遠呐，吼，得到2分，南吹阿姐，你還都要加油咯，好，變起來，馬上就會進行最杯米館的挑戰。百變料理網。兩喙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關唔但將係比面試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喙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開始講係咪聽到你傾下來談看呐？到底今日地度有冇看到乜嘅神秘嘅食材咧？先來咯，睇個 T 恤就好，個地北度看嘅東西係運用嘅價錢非常高，尤其計算係隻減肥聖品。這麼範圍那麼大。好啦，現在打開嚟本大家看下，就係杏鮑菇。杏鮑菇咩係減皮嘅好食材哦。係啊，因為佢亂拍就凍夠之外，個纖維質沒凍夠哦。這個要問我們食品科學的這位地雷哈。我講的算對吧？對啊。謝謝。還有蛋白質哦。有多糖體也有。哦。多糖體哦。係啊，不過杏鮑菇凍多嘅變化呢？嗯，你覺得咧？其實做中式的料理，伊豆咧一流行就做咧三杯啊，或者宮保的杏鮑菇，然後伊取代肉樣子。了解，你該不會講蔥爆吧？唔係，幾老嘅齋菜圈講起嚟帶肉。問一下阿舉師傅，紅人啲春湯做嘅齋菜先到嘅杏鮑菇，切
田呢做嚟做干贝，哎呦，切丝做嚟做cái雞肉絲，切片做嚟做cái牛魚，真多改變法。干贝呢，台北是像去看过去做过，有很好吃，厚切的，切过切法安用，一剪就亲像干贝安用。安尼就蛮想法的，买个饼。切片，各位去烤箱拍，变成杏鲍菇干。饼干，有好咸吗？很好吃啊！因为应该家下上到未系烤箱，不过我们会烤到皱来，烤出来之后，和敷料粒安用混落去。你为什么学我？是一样的吗？要几掌吗？跟我刚才没有，不要。所以强龙嘅想法，让莫强嘅想法全部正差，因为等下两组带来哈精彩哦。冇错，马上就会进行最本命一关挑战喽。好，今早的时间呢，马上就到位，都带用一个杏鲍菇哦，这编成嘛吹色，风吹抢过下菜名系嘛个？杏鲍菇面飞海sản。杏鲍菇面呢，然后海sản用它煮完呢，好，感觉好新奇哦。你会按碰牌哦，我觉得一定很有创意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来谈看一下咱水的鸦片中嘅咩个创新嘅想法咯。咱水今日带来嘅菜名按到酱烧菇排。菇排是菇排的排骨吗？菇排哎。问一下咱水等下最每日罐的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喽！好了，既然台起来都准备好些摩拳擦掌哎，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我得开始做咯。哎呦，记得杏鲍菇用泡诶，好漂亮哦！嘿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第二个先拿去烤箱会变成杏鲍菇饼干，也很好吃哎。所以仅仅就用安用做个杏鲍菇干，全安用做系吗？嘿，就是安用做。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做面哦。哦，做面。今天当然生也好吃意大利面，你看，所以我就这款呢，用杏鲍菇做面，像意大利面呢，比本身也是。它冻好。因为你要哈流行哈西行是减糖饮食，因为是按多甜粉，所以你看你要做的鸡腿的面粉，安尼就做面，超赞的耶！你有没有想到啊？肚后胸头，而且严重了，我看到一个食材，基本上是没看过的。来团款，哎呦，疯的吗？那个好像是毛海松叶蟹钳，北海道。不过它就芦笋的哦。没错，全部会冻控甜的食材呢。哦，而且又是海产，有没有？你看看我的毛海多大颗。哎呀，给去给剥的吗？虾子自己拔的。错。那是什么虾啊？这就一般的白虾。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哎，有面条不会烫手吗？等下给熟切。好。哦。不过这个220的温度比较高哦。哇，你有没有按太渣噶？而且有些入果敷料粒哈，有敷料粒，一些的秘诀。因为后一些的东西讲它新的味道。你看又捞去开背啊？没错，好用心哦。你那片嘅芦笋跟下係咪去加鹽呢？有加鹽哦，有用哎。哇！姐姐真给黑正片黏狼，要来请我们吃这一餐。嘿啊！好，我们等下再过来。好。会开吗？会开吗？鸦片没按碰牌咯。这什么？这是杏鲍菇米粒吗？哦，冇啦，佢而家就凍我未出來誒。為什麼要菇排？菇排。哦，佢可能個杏鲍菇當做像蓮蓉啊，冇事當做乜嘅煮香主食豆腐、香豆腐。凤，杏鲍菇鳳。好厉害！哎，可是到底是吗？系吗？杏鲍菇凤吗？对呀，它这个是挖出来的根肉啊。马上想到的啊，想到呀。哎呦，你蛮聪明哦。哎嘞，你是客家界的爱迪生吧？不敢当哦。动为反面动势呢，你要下一步啊，该那个目标。我做嘛该？你就健康健康啊哈！健康健康。假设我是你想先公爱主持啊嘛。主持。那我不要跟你交朋友。哎，我们可以3个人一起啊。走的，你3人一起。那你就一起来开场哦。好，分享薯坤，一嘎子猪。
高兴。来黑民族，我系白腔，来美珍，过关，一下入窝耶，多得吼厉。害就会窝耶，一搞入窝耶。主持费等一下再跟制作人谈哈。啊，好吧，我们3个哈，对，怕你会有压力呢。不会，我们预算预算比较少。是啊，有得罪的不好意思哈。不会，送电音箱诶。不说你要 Loki Q 那边冰吗？下鱼的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大家不用了一样。牛，你要不要掉了？应该的鱼係嗎？嘿呐，安尼，可以了。你等下会做马该用诶。也好多个角落底部呀那。你刚刚为什么不直接？不行，油太多了。哦，啊，你这么大双呢？哦，我刚才发现已经搞肉嘅地步度，它就加汤也系买东西。加个酱料啊，加酱油，然后香那个應該你係麼？秘密武器。你咋哈？它危险啊哈！对啊，熟食啊。哎，培养你会安会切东西。他很会切耶。来给你一张舌头，有没有一张舌头？哦，给一个秘密武器。没有，连摸也都替100升。对呀。培养你会安会切东西。他很会切耶。啊，头发卡专门切嘞，各位就冇办法去炒安尼。啊，这个你要买粉呐？太白粉，这样子比较容易附着在那个布里面。而且我发现你的肥瘦哦，冻肚喉哦。但你刚刚挖这个杏鲍菇船的时候，应该是摸款斗呢。用个呀同时啊，用通时做的，做的用哦，用个白啊，你还没调枸杞哦。叫做技術呢。哦哟，跟白白嘅，跟白白嘅就故意叫做唔係技術嚟啊。太肥，知道，做得豆豆啊。肺不会太多的。應該唔怕啦。我到底下喊看出來，你等下，跟肉放落去之後，因為煎過。煎也係，脆也係。我等一下我就要煎了啊。哦，这个很简单的料理的。很简单，而且漢堡菇本身佢就做上色的。其實上跳下愛用嘅，梗係紅蠵菇啊、美白菇咧，其實生長的都乾淨的環境，所以那落去是真空包裝，所以愛你唔是誰直到地頭前台是走的咧。哎，你們講的這些我都要再次確認。那趕咪緊緊嘅，做得上學的係冇？盡量磨一開癢嘛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刮做布針啊。好，啊你等下冇本你食上嘅哦哈。不會啦，咁彎。哇！哇塞，这个，你那片嘅風是從哪邊來啊？紅醬，而且我們把它變成面，這太厲害了吧！冇想到咧。哎呦，慢慢打開來咧。哎，錯。哇，很澎湃哦。而且我覺得最主要給變成面條非常有創意。嘿，因為漢堡菇哦，凍奶煮，嘿，所以佢緊煮哦，佢會緊軟。那個勾芡它不是一斗，因為番茄醬本來就有，哎，小心太多了，不扣一些就。對，謝謝。所以挑每個部分除了解下嘅tomato醬之外，還有乜嘅啊？一個南非後鹽，還有一個黑胡椒。這個是玫瑰鹽呢。哎，錯。哎，就後會。好，那我們趕快過去，哦，我這邊好了。好。發生什麼事？您建議地從肉排樣樣哈。你很牛先漏哇！它這樣不會跑出來嗎？有黏黏呢，好厲害！啊，這個地背都係水係嘛嘅水啊？有啊，漢堡菇會出水。跟牛日聽我見到啦哈。等一下我要勾芡了。方子，哦，你會走醬哦？沒有，等一下還要那個啊。還有調味料嗎？醬燒。最後面才是那個啊。哪個？我要勾芡。醬燒係咪有加頭油啊？醬燒就是醬油啊，然後就是說一些香油啦，哈，還有那個廖春玉，哎，廖導春玉。還有胡椒，對。不卡有吃周勾雅給嗎？還是這禮拜都吃這個？沒有啦。來給你一張舌頭，你們一張舌頭哦，給一個秘密武器。係哦，連摸嘢都替100升。係啊，好驚喜啊！現場安用翻譯哦，都厲害。你下喊大豆波卡嗎？還有黑豆不卡，黑豆不卡。哦，有交男朋友了嗎？沒有。
有什么条件吗？条件骨肉分离了啊！用打杀，处10天数奶没有收起来了。不怕啊，可以就变来煮啊，不要再扁了，等下。要不要用夹的啊？用了还煮是好嘞。对，不用再翻了，真的。用整的就会说哎。要不要先调酱？你女儿有读食品科学，你的学费没白缴，糖业是臭的。好，妹妹你要不要帮忙？好，阿俊你有在现做酱啊，系吗？哎呦，会做得咯。对。所以看阿妹大白说爱用小梨的梅啊，可能做唔好，唔讲，结果还不会做得咯。煎的也太漂亮了吧！这真的是菇排哎。哦，你还不用么个调味料吗？来，加个调酱哦。哦，调油落去。我要那个，有这个。这也有一罐，那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自己带来，这边也有了，嘿。你自己用的虾罐啊？好香哦！哇，你这个内挂，该还有用到吗？很香。好了，该有他们的，你来倒数喽。来，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最美味怪优雅的汉堡菇编做的料理，乃无卡卡针对哦。耶！哇哦，也个吼，大家有冇想到吧？汉堡菇这做完用编发的厉害哦。现在对凤最看来吃看呐，这是杏鲍菇面哦。哎呀，该面免挑哦，该全部是汉堡菇哦，切到冻成意大利面。因为汉堡菇它会出水哦，所以咬落去的时间它会有这种 juicy 的感觉嘞。没错，而且你去吃给有没有红酱海鲜意大利面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不用给菇类在旁边，然后它吸上红酱很好吃。我们现在就是满满的给有没有汉堡菇就都给凤卷米头，超好吃，真赢，这太有创意了。晨晨姐，你知道嘞？也就阿妹爱食嘛，为到妹做安好食的料理。阿妹爱呀呢，懂真的，好食又有爱呀呢。每日拿着许多风水中用饭，好食、实在、有料、营养。佩萱，你觉得风水中用饭？当上有的人会讲个菇味鲜，但是有时候加呢，有些酸的米头加落去，它的风味又更多元这样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就来试试看蓝水里阿片啊，用汉堡菇作为猪排。哎，冻种也该呼叫两个梅西，而且它这一次真的有烧到哦，非常 juicy， 各位加个肉，里面好，这我觉得它里面绞肉厉害，就是它头前啊酸头有比较高，所以它的绞肉里面是香的，冻好生，米都冻好，传统的蜂蜜啊，冻好生，因为古美冻车、冻起、冻好生。我觉得陈真姐每次在吃东西，我侧眼看，我就觉得她很像美食评论家，真的，你看超一样呢。你吃用版哦，太美味，冻清甜冻好食。那起到蓝水里阿片哦，把握到个汉堡菇提前哦，把握到冻好。因为佢本身哦，佢紧脆紧正，佢会出水的 QQ 的。韩国嘅蛋白嘅肉哦，很扎实，两种完全冇相同嘅口感，然后咬落去两种感受。个汉堡菇啊，有汉堡菇加个有冇本身的味道，啊，跟肉有肉嘅加个味道啊，嗰两种嘅感觉都冇重要。哎呀，肉很强哦。哎，他考过执照啦。那佩蓉呢？你起到嘞？我做创意的惊喜包，我今日提到生豆给煮安尼，所以说所以来当提盘，因为下晡卡冇煮过，伊只个秘密武器呢。你也三英雄哎啊！哎呀，真劲厉害哦！韩国跟那个酱都冇讲多，不是黑胡椒酱直接现成的，系自家挑出来的哦。等一下就要看一下两位师傅到底有营养版的评分哦。好，紧张的时间马上就会到位，先抢你阿斌师傅抢分数。蓝水一分呢！好，再过来看一下阿基师傅抢分数。好，风吹散粉。阿斌师傅抢公平。好，第二片哈，就是第二白哈亮出来是有酱烧，是你有做的那酱烧先煎过。要来调油啊，要步骤下又烧到又做到个酱料又做到地步度，
你阿头可能好可惜係，我感覺依家杏鮑菇咧搭配創意凍河，但是可能感覺水加到程度咧，變到個醬料是西式料理咧，變到好嘆。因為你講意大利面佢凍袂做個醬，因為醬袂見到見炒，見到見炒，但是杏鮑菇佢電到袂見出水，可能係你講。來煎的時節，加個醬料些搭配順序凍住，然後佢面冇加太多的水，幫佢轉落去。咋個來問一下阿菊師傅公平？好，我會本風推兩片呢，是這種你的料理啊，都有創意，還有個味道嘛就清爽口個味啊，就凍到個海散呐，還有搭配起來都好。啊，不過就個小小嘅建議，係個杏鮑菇做得切較太一絲絲的咧，這樣就個口感慢用，冇按用主動圓圓較大鬆，嘿。啊，南推兩片呢處理得當好，肉啊就該煎過該梅頭，啊唔過就較多油一絲絲的咧啦，較大鬆嘅地方，感謝。哦，好啦，對師傅嚟講，一天咩東南結節吼，因為兩組都做得安全的，唔過比賽就都要倒閉咯，馬上出來頒獎嘞！耶！好，今日的比賽講真嘅呢，我們都好緊張，因為呢，參賽者願意夠到這來哦，他們除了有挑戰的心之外，還加重要嘅呢，也很想念我們啦。冇錯。好，今日嘅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現在恭喜馮翠得到3000年嘅假彩金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，總算係美夢成真了哈！大家都看下咱出的影片哦，哎呦來禮物凍河來自瑞士嘅不鏽鋼奶鍋組，送給你2張，恭喜！給董奶用哦。哎呀，好，現在問一下你，天宇姐好，老太想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心得。董感謝客家天師，還有主持人，還有各位工作人員，大家辛苦誒！謝謝兩位主廚本人的指導，也希望以後人的廚藝有較好的進步。感謝大家，謝謝。其實哦，給今日帶出的兩廚都很健康。嘿呀。好，我們吃到它的，你還記得圓雪嗎？嘿呀。好好吃的。鼓手哈，陳真媽媽，你請幸福安慰乜嘢哦？你要不要參加心得老太茶講一下？感謝客家天師台，看安好嘅節目，咁樣也都會有機會來表現一下，很自信。恭喜！好，大家來訪問一下吼，咱世界美俊阿姐吼，今晡日就嘛感想咧。今晡日真歡喜，雖然講吼，那對啊，我們當聽你啊，因為吼冇多時間有人啊上節目啊，啊，所以講反正。還可以再學習吧，下多再來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好，節目問一下培容哦，今日老阿妹強下來哦，真緊動難得。你啊經驗做得老大家分享一心肝度嘅想法嗎？我真係未當緊張嘅，因為當小做得來強下注射，因為有時伊要創嘅愛手愛腳，香港老嫌出去，但是金幣真是當難得，各位老太家安尼強下。做得安尼來了解，當歡喜，看到伊歡喜，咁咪當歡喜。恭喜恭喜！其實呢，今晡日咯，除了天太歡喜，你嘅老朋友過來要到邊來挑戰，天依間呢，大家都看到哦，都係每嘢表示下嘅愛哦，老本媽媽，還有每嘢呢，咩想每嘢安樣嘅料理，今天在我們料理當中，大家都看到嘅真勁動感情，故在過一百感謝你哋來參加，好唔好？樣樣過來哦，好來把咩每嘢全部帶來。你帶兩個嘢來，好恭喜！非常恭喜啦！因為當到朋友會上門講，哦，讓乜去增加啦阿妹自己嘅感情嚟，遇到因為王佳啊、權天讓啊，嗌老大家講，強下來參加比賽下好啦！歡迎所有嘅朋友夾嘅了報名哦！冇唔錯，依家就帶你強下來記下擺都冇相關夾夾來看你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